從熒幕型男到臭 B 超人，蕭正楠用行動證明爸爸唔係配角，而係主角。好多人覺得坐月媽咪最辛苦，但其實爸爸都一樣經歷巨大轉變，尤其係初為人父，每一日都要面對新挑戰，唔只要照顧太太，仲要陪住 B 一齊學習成長。Edwin 蕭正楠就係呢個角色入面嘅最佳示範。4月6號佢喺社交平台大方分享湊仔日常，張相都充滿愛，無論係攬住 B 餵奶，還是夜晚半夢半醒咁抱住喊緊嘅小朋友，畫面全部都寫滿爸爸2個字。佢喺貼文中講得非常真誠，可能經常唔夠瞓，感覺好似迷幻咁，有時啱啱坐低想嘆一嘆，下一秒就會有人遞個喊緊嘅 B 俾你，嗰一刻你會明白自己已經真正升級做爸爸，由自由自在變成責任在肩。佢笑言打機睇動漫嘅日子已經離我越嚟越遠，但只要一望個細仔，咩都值得。呢種放棄娛樂，全心投入家庭嘅態度，反映出現代爸爸角色嘅改變，唔再只係經濟支柱，而係親身參與育兒，表達情感，承擔責任。蕭正楠冇掩飾疲倦，冇修飾情緒，而係用最真誠嘅方式分享新手爸爸嘅生活點滴。佢嘅坦白，其實係一種鼓勵其他爸爸都可以勇敢講出自己嘅壓力，分享自己嘅愛。講到底，湊 B 雖然辛苦，但換來嘅係一種無可替代、深深滿足嘅幸福。感謝你觀看我們的影片。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用，請按讚、分享並發表評論。